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2026年啊，丙午年啊，係赤馬年啊。咁好多人都好擔心呢個赤馬紅羊劫嘅。咁聽到呢個名啊，唔使嚇到鼻哥窿都冇肉嘅。咁等我呢個楊天命啊，幫你指點迷津啦。咁第一啦，咁丙午年係呢個火燒連環船啊，個社會節奏快到好似坐火箭咁啊。咁你會發覺咧，身邊啲嘢啊，變到你都唔認得啊！最緊要係咩啊？係心態，唔好俾個火氣啊帶住你行，你要快過佢先可以領先。第二啦咁講到錢啊，2026年啊個市啊真係火都嚟埋，投資者啊最忌心火盛啊！如果唔想由赤馬變做死馬，就一定要守住個荷包，咁啊穩陣至上啦。咁啊，最後啊，最緊要啊，就係健康方面啊。今年火旺啊，個人啊自然燥啲嘅，咁啊血壓又高啲啦，眼又乾啲啊。咁點化解咧？又唔係叫你飲涼茶，係要做運動啊，泄咗啲火佢。咁啊，例如健身啊，做屬金嘅，咁啊就更加可以泄火啦。咁所以建議大家，與其擔心啊，不如揾個教練聯盟啊嘅專業教練啊，幫你1對1做個特訓。有個好教練傍住你，咁啊化怒火為基藥，包你2026年龍精虎猛。咁啊祝大家都身體健康啊，馬年輕輕鬆鬆接財神。